除了解鏡頭戲傳統藝術，還有沙井嘅消息了後，佢俾記者吳思義同賴冠志，我繼續帶觀眾來到沙井嘅蝦苗井。蝦苗是係真繁榮嘅象徵，但是最近幾年來，居民開始係採取其他嘅形式做消息來落實。蝦苗井慢慢嘅沒落，但是只有當地嘅文化工作上表示，蝦苗井內嘅羅浮景點唔單止有調同好，有到是配合人係腳太輕鬆。韓國嘅研業是發展到東河，未為當地是帶來更多嘅收入。按照 TPI 文化同客家之間其實沒有真親嘅關係。阿媽咪工作室地度，神畢業自研人打雜腳，哪點跑到位數唔是挺高。龍下班跑出一時嘅雲嘅演習，佢係甜點櫃，一下蝦苗將存到嘅13年用人工跑演習。那個時候有工沒地方去種啊，有牛沒地沒田裡呀，那時候就是埋頭苦幹，就是說天一亮就起來報了。那個時候工資很低呀，跟那個田比起來，如果多賺幾塊錢，我們天一亮就跑起來做了。現在人家就打工一天咯，100多塊，我們報一天幾十塊錢都賺不來，沒有什麼利潤啊，因為這個跑是沒有用的。腦部設計不無功，甜點櫃老師傅當然冇到位，為同人客跑演習。一下頭那麼澎湃嘅機，體力比唔得頭半夜。我們以前做一天演習的話，起碼要15、16個小時啊。現在這個做起來，我們吃不消啊。就有人超，我們也做不消，也吃不消了。這個跑一天很辛苦啊。我們現在看看跑幾下，如果出汗了，都跑一天大汗了，我們全身的衣服都剝光了。頭擺啲蝦苗也打白，做得講係咪家咪屋，都會種鹽呢。唔過一項產業也係幾件來見社會，也個親密嚟曬鹽嘅老師傅就講，今年也延續佢跑題，佢就冇做位。一項採體嘅傳統產業就會按呢冇睇咧。我打算就不報了。啊，就不報？不報了，做不來吃啊。唐店聽老師傅用佢卡帶、卡往嘅上，講得對一項產業嘅堅持同感情。韓國廿20-30年來，業內也將業嘅發展同推步。尤其看到頭擺嘅曬鹽家對啲塘下嘅別個好不用記限，大家都知道食材很大送拿。過去曬鹽就是用這種竹葉做的這種作為曬鹽的鹽具，然後這個放一片下去，鹽葉一片一片一排一排的排好再蓋一片下去。一件蘿蔔嘅塘下，竟然做啲青菜對啲曬鹽家，原來不會做就冇人喺度用啲嘅限。看到塘下掉地嘅金剛頭，就地地一隻家畜同相似嘅年頭歷史。這玉堂我們是一個輩，意思我們先長這一輩啊，都是那邊過來的，好像是我那邊是哪裡過來的，好像江西要過來的。講到金剛頭，就會講唐朝宰相張九齡千秋金剛嘅故，甲風土、文章、功名、商務，都做得做子孫嘅好用嘅，咪就係講。佢其實就係想種人嘅同好，同先祖被培養嘅金剛頭，韓國大家就第一客家想種人嘅真好同嘅年頭都搶得到。反正就是結婚一定會有，但是一定有。有吃的就是早生。好像連起來，雞巴會連啊，好像大家會通心通電一樣，好像現在講話一樣。哦，就是感情會很好。感情很好，對。見督導做好事，冇就乜解而慶祝嘅日嚟。蔡天日出台不準備提升消息，你會單單到忘記派頭，忘記定線。第有年下來，阿伯婆當功夫會時代澎湃嘅頭南網，韓鐵片波呢永遠爭做為殺夫。佢天天呢行業談下，看佢做太鉗衫，天天想到人哋注意。
这样花瓶啊，这样台啊，这样哦。台嘛自家去做个上台买了吧。这袋子是以前古代时候买来换族人留下来，以前做衣服做剩下来，他就留下来。这一根这小的袋子，他就自己做的。阿爸婆为三处围堵，张太黔衫。韩国大量都会给自家一针一线量出落去，唔是讲没包含亚数3寸金链。以前我们不是穿那种白底的鞋，长鞋嘛，坏掉，但是他拿来剪来自己剪，鞋底剪了，再就自己拿来缝。所以这都是奶奶自缝的。自己做的哎，她自己缝的，手艺很巧她。啊，这地台巧，去年在一半。她衣服呢、裤子呢，都是她自己做的。秋天内，天时春寒春炎。人讲春秋暖春衣，正经唔得用嘅做衫裤trang好。高齡96歲嘅阿爸婆，前一步嘅有得會縫下，唔但將面紅高美，有得會吩咐，草鐵橋唔得，將田頭鐵橋會搞草到機。故說推遲鐵機，學會留人食飯嘅好意，夾夾離開。一下係秋天，我個不會死去。下暝那伊就係無限悽慘，個無記攏攏滾，天橋渡好，江中人無限嘅成日。細地魯樹紅嘅果，老路大草多衝，過長年無主位見望太拖。帶帶眼下群，這裡唔渡好，終一批煙熱，好好享受，也從土方應用嘅嘢人間天堂。下個新聞來講以50日第3件下暝為採訪報道。